国防部长郭立雄去到立法院备询，也毋过大家焦点颠倒是伫伊身躯边穿西比路的参谋总长梅家秋。这个梅家秋，伊是让25档才个来到立法院来报告汉光演习的规划。伊讲，这就是伊家己应该爱做的代志。5天4暝的操演是要求实兵、实地，也阁有实时，而且是袂有剧本的，互咱的国军会当有实战的气氛。 国防部长郭立雄2日到立法院备询，不过各界注意的重点是梅家秋，搁再有参谋总长入去到立法院报告汉光演习的规划。总长的出席，能够让社会大众甚至媒体朋友更了解我们国军，更支持国军。我觉得这是我个人应该做的，非机密的这些事务来去做说明。我们是应这一个召委的邀请，跟汉光整个这个统裁部是由参谋总长来负责。常态的情况之下，应该还是由部长我。对今年的汉光，国防部指出，5天4暝的操演会以实兵、实时、实地3大要求，全面取消电视性的科目，也透过连续性的状况诱导、无剧本的设定，可能是6年以来上接近实战的一摆。也拿国民党的立委关注，是安怎这届的汉光取消本岛的实弹演练？ 是取消那种像汉光展示性的这种，但是我们年度的这种实弹的训练没有少，反而增加。临机的方式引起了相关的这些的一些的安全的事务，所以我们在本岛的规划还是以他去熟悉他的作战环境，他还是会有一个中心化的指挥，这个不变。当然，但是他会有一个指挥链一定会在啦，但是会有去中心化的行动。 ROE 接战规则就要很普遍的下放到很基层的单位，告诉你在什么样的状况下，你就可以采行行动，你就可以使用武器装备。梅家秋强调讲，启动新化的指挥管制是今年重要的训练目标，分做5大方面，各级指挥官清楚任务，得到充分的授权，清楚责任区甲交战规则，也阁有独立的作战能力。 甚至会严正到每一个单兵手头拢有接战规则，培养基层的部队有独立的接战能力。记者综合报道。